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1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今仔日是民进党主席补选的日子，参选的人敢若有副总统赖清德。昨昏上尾一场的政见发表会伫咧台南举办，面对基层的党员大声批评讲，有人要求爱甲立委高嘉瑜用党纪来处分，也佫有插办台南乌金。赖清德除了带领市长黄伟哲，也佫有在地立委向所有的党员行礼甲回信礼。伊嘛佫一再强调讲，所有的案件该查就查，该办就办，爱伫咧上短的时间内，甲台南的公营找回来。对台南市发生的一切，我讲得真痛心啦。所以我第一只，我希望市长听起来，立委听起来。对最近台南发生真侪代志，副总统赖清德带台南市长黄伟哲加在地立委行礼会室里。第一只清德啊，我若敬请所有的检调单位，对台南市所发生的代志，人的问题也是事的问题，该查就查，该办就办。我们解释个半天，高嘉瑜他依据行政失灵，大家都是在骂我们的。台南市有一个招票集团，伊这招票集团每一届拢捞完乌金，佫讲咱乌金一厝来伤害咱的民进党啦。参选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上尾一场政见发表会，竟伫咧外头厝台南办。面对基层党员批评民进党全面执政了表现，互人真失望。赖清德强调，所有案件该查就查，该办就办，要伫上短时间内甲台南的公营找出来。也若互党员呛声叫伊下台的立委高嘉瑜，伊讲尊重无同意见。如果有这样子的不满，能够大鸣大放的讲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啦。至少让大家能够听到，也能够看到。伫选后代志真多，民进党先有乌金的争议，补选又搁选输。赖清德虽然是一个人共赢竞选，不过为着党内团结，也是到各县市办政见发表会，今仔日投票，惊讲投票率低，兼任代理党主席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希望党员踊跃投票，实际参加民进党的改革。因为3月也搁一场南投的立委补选，对民进党来讲，同款将遇到。陈其迈讲，所落来会全力配合新任党主席的改革加选举。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大清水崩坑的路段11半暝放弃，地势双向的路是拢袂通。经过透明修理了后，按算今仔日下晡5点会当恢复双向通车。不过初期敢若是开放早起、中昼也有暗时3个时段，半暝是无开放。因若疏运的部分，拜六礼拜航港局有特别调派2只客船来载旅客，也有1只货船来倒疏运。载着215名旅客加84台车，2只客轮加1只货轮，伫早起10点半完成停船的作业。中途进程拢顺利对花莲上北来疏运旅客。我们上午从花莲往苏澳的这个海运的这个协助呢，我们仍然是安排3部的这个船舶，为了避免我们车主到达港口之后这个长时间的等候，我们在航班时间的安排上也都有做特别的考量。因应苏花公路双向未通，除了有海运来回苏澳甲宜兰，公路总局提醒两边的用路人，应利用台九南回公路、甲台北中华的城市铁路道路。交通部也请代替到1月15增开42列次位区间快车来回花莲甲宜兰。已经第3天透米来抢修，并崩坑顶面堆积的土石，差不多已经完全清理掉啊。接下来就要补强，互石头降歹去的崩坑。崩坑两边的基具已经来到崩坑中央，2粒大石头已经降闭去啊，超过等待清运的土石已经完成一半。有的比较容易掉的土石会清除掉，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简易的一些防护。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隧道内的这些地势的裂解，跟这个土方的清运的部分会持续来进行。互石头底派去的暗门头面崩坑大约17公尺，降天架固面崩坑大约8公尺。13当地有落大雨，互崩坑外口清运工作暂停，不过崩坑内底工程仍然继续进行。总共动用7台大型的机具、8台小货车，希望伫15月5点用双向来抢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13暗时宣布核定捷运石东线综合规划案。行政院长苏贞昌同意成编278亿的预算，即马开始启动设计甲发包。
新北市长侯友宜嘛，伫咧人面切讲，会赶紧办都市计划变更，佮话讲这条捷运要伫咧2030年内拼完工。位伫新台5路的17区公所附近，就是捷运石东线的17这边车站的有停地。新台5路是17主要另外道路，上班时间是真塞，未少在地民众对石东线捷运已经望真久了。我们原本最近的捷运就是南港捷运嘛，我们如果要到南港捷运都要坐公车才能去，所以这边有捷运会比较方便。我们出来的话，大部分都是骑摩托车嘛，要不就是开车嘛，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没什么差别。每次要选举的时候哈，都有这个议题，那选完了以后就不了了之。希望这一次真的能够成功。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石东线全长大约5.56公里，17这边由公所附近出发，经过石区社后到东湖，沿线设置6座车站甲1座机场，总经费376亿9千万块。有6点甲归人捷运共站，归人捷运计划分担98亿。因为部分路线甲代替有停塌，学者讲通车了后，虽然互民众加一个选择，不过对上北捷运整体运量提升影响无大。理论上收费指数的增加是因为你的站比较多嘛，所以站到站之间的选择会变得比较多，所以会有这个。那事实上没有这么多的人。新北市政府讲，为了加速推动石东捷运，会赶紧办理都市计划变更，另外配合交通部国产化政策目标，和归人捷运甲石东捷运机电的系统一致。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伫面册画出目标，希望伫核定了后9年半，就是2032年下半年，互石东线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发布警讯，65岁以上的集会人，自 BNT 相继次世代疫苗的21天内，发生添血性中风的几率可能会较悬。指挥官王必胜表示，国内目前是无采购 BNT 相继疫苗 ，BNT 单剂疫苗嘛无相关的问题，而且目前住的人大部分都是囡仔，请民众唔免烦恼。来看《联合报》。中华快递的员工因为不满公司伫咧有趁钱的情形之下，煞是无照聘照行，照2年前的标准来发绩效的奖金，而且讲要加薪水的制度嘛跳票。员工伫11发起罢工投票，结果有83%是同意确定要罢工，而且是伫咧任何时间拢有可能，也就是讲不排除伫咧申请进前会向来罢工。中华快递董事长讲会持续甲工会来沟通。来看《自由时报》。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为昨天开始到17，伫咧台北举行第2回合的谈判。因为优先谈判的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价钱，还有良好法规等等这4项议题，文本的草案目前已经出来啊。这届实体的谈判会就文本的部分来做确认，希望会当有结果，而且约定签署头一批协议的时间。几个高层的警官，还有检察官接受性交代去800会馆的这个案件，高检署认为讲，前警政署正方式的主任吴锦秋，伊若是唔承认，佮要硬死证来下提责任，目前是移送检评会来评价。也那刑事局的副局长吴建营等等这3个人是互记告，官嘛免做。另外，警专的校长陈国文，因为有校长的身份，降做是警政委员。这件800会馆的案件，会当讲是这几年来上济警务人员集体互处分的案件。因为警大校长陈德文出伫地下会对业者的私人招待所800会馆所牵出的检警人员涉入800会馆的案外案，引起外界高度关注。检警敢是接受不法业者的食饭招待？行政调查结果13出来，高检署认为，前警政署正方式主任吴锦秋强辩否认，甚至要求同齐期的沈阳检察官该讲否认有去过会馆，想要下职，而且检评会个案评价。另外，沈阳甲沈的检察官受邀去招待所，是依法官法处理。另外，吴锦秋等人敢是知影招待所的头家涉及不法，敢有包庇等代志，当由检方侦办。黄检察官事后一再否认，并要求同行之正风氏同仁依其意思撰拟自请处分书，而以赖语音
电话要求王检察官改口否认有至88会馆，发交新北地检署并案侦办。另外，警政署也完成涉案警务人员的行政调查，刑事局副局长黄敬莹、北市警署林分局长吴庆宏，甲高雄市刑警大队长黄尚典等3人去告降级。抓起后受邀去赴约的警政校长张国文、洪凯莲，因为有校长的身份，降调警政委员其他20名受邀的警员受刑改不定的处分。绝对没有说接受不法业者招待的这个形式。那有关王荣之检察官不实的指控部分，我将会提出刑事告示。行政惩处的部分，我会依照循这个行政诉讼程序来捍卫自己的清白。带我太太就是很单纯的，其实只有受邀请的去参加这个餐会，那无辜的受到牵连，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又有一个人格上的侮辱。我的家人因为这样子，他们也心里面也受到很大的伤害。受处罚的局界警官想要以行政诉讼的定数表达不满，不过这件最近几年上大坡的警务人员向集体行政定处的案，警政署是以邀请的人无现侦查证、参与地点是地下汇队的应用场所、影响警局等因素来进行记告调集处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主张拥有南海主权分化军事行动，不过美国甲因的盟友是拢唔承认这件代志。最近美国国派航空母舰去南海巡逻，有学者就分析，美军主要是要演练调派航空母舰。另外，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办峰会，嘛搁一摆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共讲有南海主权继续军事扩张，美国真关心，竟然派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出现伫南海。这是尼米兹号伫2022到2023年的部署行动中头一摆巡逻南海。美国海军第7舰队证实，航空母舰打击群会伫南海执行海上的打击训练、飞行任务甲反舰活动。学者讲，美军伫南海战场的活动，除了早期共军主要演练航空母舰的论调。而是我还会有其他的船舰持续的一个轮调，会让你中国来说不会是只有面对第7舰队的军力，而是我全部美国海军的一个战力。如果他能够在南海这个地方去堵住解放军的海军的话，那自然解放军海军就不太可能会再往印度洋或者是再往西太平洋来进行一些移动。美国甲中国的战略竞争牵动两岸局势，学者讲，若台海爆发战事，南海争议会真做美中爆发冲突的头一枪。而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美日峰会，会后声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拜登也肯定日本军事扩张，外界解读是反制中共的威胁。包括新的源头打击能力，也就是所谓采购这个战斧巡弋飞弹，还有日本会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日本新增的这宇宙军这些都会由美国来进行共同的这个强化，来围堵中共的威胁。这条防空命令部队真紧完成，相连装车舰飞弹架设，同时确保指挥通信通顺，官兵架设天线延长通信。国军继续加强战备，陆前99旅展开3军联合作战训练、机动任务，包含演练救援任务、车辆抢修，以接近实战的方式来提升部队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14搁一届发射飞弹，对乌克兰几个所在发动空袭。其中东部一个城市有一栋高站楼悬的大楼，去互飞弹拍到，造成至少有5个人死亡，超过60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批评讲，罗西亚这款行为实在是真无天良，嘛呼吁西方提供更较侪武器，互因会当来对抗罗西亚的攻击。大楼的中被炸出一个大坑，砖仔甲红门土规拢放来，救援人员直咧找被带伫下骹的民众。乌克兰东部城市第聂伯罗一栋90楼悬的客家大楼，互俄罗斯的飞弹射到。乌克兰讲至少有5个人死亡，有人讲因的亲人只是坐伫厝内就不幸死亡。Немає слів. Просто немає слів. За что ты его погубил? Вы сюда приезжали к нам в город, мы вас принимали как нормальных людей, как нормальных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Что вы сделали своим сыном? 乌克兰军方讲，俄罗斯则是对乌克兰几落地区发动空袭，总共射33粒飞弹，虽然有21粒被射落，掩护意外造成包括首都基辅、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加西部城市利沃夫等地基础设施被射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俄罗斯根本是一个实施恐怖暴行。Будь-які умовляння або час, який просто спливає, не здатні зупинити терористів, які методично вбивають наших людей ракетами, купленими в Ірані дронами, своєю артилерією, танками і мінометами. Увесь світ знає, що і як здатне зупинити тих, хто сіє смерть. 另外一个战场是伫乌东乌控的城市苏勒达尔，俄罗斯讲已经彻底解放这个所在。瓦格纳佣兵集团讲，攻下苏勒达尔拢是因的功劳。Первое, много лет они воюют. Наверное, они самая опытная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мире. Второе, они выполняют все задач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У них есть самолеты, пилоты-герои, которые не боятся гибнуть. 俄罗斯的国防部高层进前甲瓦格纳佣兵集团不互相批评，不过这边俄国用勇敢无私俄罗瓦格纳佣兵集团正罕见的联动对方，看起来无啥普通。不过乌克兰方面是补贴，讲这个所在依然伫咧战斗。公司新闻张伟玲5期抢编辑。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立陶宛就正做波罗的海国家天然气的供应者。不过北部有一条接对拉脱维亚天然气的管线，那就是因为伤旧啊，13暗时发生爆炸，火是烧甲真猛，计10外公里远拢还看会到。不过加在是无人伤亡。大火冲到天顶，将暗暝就甲光影影。伫立陶宛北部帕斯瓦利斯一条连接附近国家拉脱维亚天然气管线13暗时发生大爆炸，火光冲起50公尺远，伫17公里外拢能看到。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拍发火势，初步调查爆炸原因可能是管线伤过旧，暂时排除外力所致死。The pipeline itself is quite old.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ipeline which is about 40 years old, so I think it's very likely that it's a technological failure. 爆炸了后，附近的8寨居民紧急疏散，好在无造成伤亡。周边的道路也因为原粉受损，爱修路。上加拉脱维亚天然气也暂时供应断去。We have two pipelines, parallel pipelines, so now the gas flows are rerouted to Latvia through the other pipeline. And we are expecting to rebuild this pipeline in the next several days. 立陶宛1990年为苏联独立了后，就高度挖靠俄国天然气供应，一直到伫波罗的海周边的克莱佩达开出天然气了后，才慢慢减少挖靠俄国。俄乌战争爆发了后，立陶宛2012年6月开始决定禁止为俄国进口天然气，佮透过波兰将波罗的海3国包含立陶宛、拉脱维亚甲爱沙尼亚天然气管线成功连接，串起供应链。这摆爆炸发生的1月13迄一天，多也是1991年，俄国想要穿过边境重新占领立陶宛，史上叫做1月事件32周年。公司新闻结完庆编辑。镜头转来看国内消息，昨天是大学考试的第2天，考英文、国文也佮有写作。有高中的老师就认为讲，英文的难度算是普通，甲旧年差不多。也若国文有结合社会史、下领域的知识，这种的题目是袂少，有小可较困难。想要摕高分是无遐尔简单。也若写作的题目，今年是花草树啊，气味的记忆。检查有效证件用体温了后，行入考试场。但下册第2天考文理组共同科目英文甲国文，会当讲11.8万考生拢选考，考英文429名确诊考生425人应试，分布伫18个基护区区。14环境了后，才确诊也是跨台用的考生有53人。英文考科，那它的占比是超过99%，所以相对的考生人数也比昨天要来得高。首先考英文，高中老师评析选择题难易适中，真考验学生阅读的详细度甲统整能力。像混合题只考1题倒选，也毋过多一寡人会选择是牛肉汉堡，答案无明确。中央院讲到战争甲和平，想到俄乌战争作文和市场emoji表情符号，爱先解说用处甲好处。第2阶段再来解说5解表情符号带来困扰甲解放。规考试段难易适中。我比较不喜欢是文艺选填，对，
我觉得篇章结构还蛮好写的，第一段好写一点，但第二段可能会有一点小疑惑。接落来考国语文综合能力测验，苏东坡食槟榔，土青合木青的天文学。涵盖无共领域的科普梅酒甲素养题型，元代文文头一摆出现混合题，第一题用古曲文学去处理现代问题，第二题西亚王剧本构思有创意。高中老师讲，题目做甲真认真，真有鉴别度，要提高分无简单。混合题有点难。很有学科本质，而且它不是说找一找啊，你可能要想一想，而且你自己要有一个深度的思辨。下车第三天，考数比甲社会有缘有大约10万名的考生选考，因为礼拜二方面到强冷空气报道，中昼过了后气温明显下降，大考中心一再提醒，尤其是北部的考生，上好穿较少的去考试。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市唯一的一间育幼院，启用到今是已经30年啊，因为有一寡设施已经真旧，而且佫歹去，院方用5年的时间来整修，希望这囡仔伫遮会当待了较舒适。囡仔带大家参观新湾港的空间，这间修完幼幼院成立到今已经要30档，内底设施已经廃弃，空间甲硬体嘛无符合教育的需求。院方用5档的时间精修，让囡仔受到更较好的照顾。我们希望说，就望远望过去，不要马上看到孩子在睡觉或躺在那，这样就不像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所以，我们这一次装修的过程中，只要从外面看是看不到孩子的。新的空间有规划客厅、灶骹、洗衫间以外，查某囡仔甲查某囡仔的房间嘛拢有调整，佮针对2岁到6岁囡仔规划幼儿房，看到幼儿园新规划空间，囡仔拢感觉住甲更较安心。设计很有帮，就是房子的设计很有安全感，很坚固，而且是新的，也不怕很老旧然后就塌了之类的。感觉很棒，然后看起来真的是很舒服、很舒适。修园幼幼园是嘉义市内唯一一间幼幼园，为成立到今捌照顾过449个囡仔。嘉义市政府表示，幼幼园是儿童保护最后一个手段，空间就要舒适，才会当互来遮的囡仔安心大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一个推广母语的亲子团体，叫做台语路，因伫咧台大校园举办动物绘本的活动。10几个囡仔兄甲囡仔姐伫咧树仔徛做伙听老师讲故事，要带大家来熟悉动物的名，也佮有因爱食的物件，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我是大喙的水鸡哦，我上爱食好心哦。啊，你是爱食啥物咧？天气真好的早起，老师带10几个小朋友伫树仔骹讲故事，小解自然界当中的生物，甲因爱食的物件。这是亲子团体台语路所举办的绘本活动，小朋友真投入。囡仔有学到迄个动物啦，像科鱼啊，迄个，搁有鸟啊。主要是甲一寡人讲个台语母语的家庭会当互动。会当交流安尼，真罕哩有通学有全台语的环境，啊，环境对语言是最重要的支持啦。毋是去上台语课，是用这个语言来说来生活安尼。虽然学校有咧教，不过家长认为上重要的是互台语成做生活语言。台语路表示，囡仔盘之间用台语交朋友，透过故事当中所教的词，熟练的带袂练转的，伫佚佗当中学习，就是上好的训练。大部分拢是有3种，一部分就是囡仔伫生活当中会入摆的物件，比如讲，水果、动物，啊，另外一部分就是生活惯势，比如讲来困，啊是来洗身躯、来食饭这种物件，啊，搁有一部分是有会含迄年，比如讲过年啊，啊是元宵啊，啊是5日节，即寡节庆的活动。后个月2月25就是母语家庭生活节，台语路将要伫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活动，招大家做伙牵囡仔的手，自在讲母语。记者麦上英曾准由台北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有大陆冷气团导南，各地气温会豆豆降低。为今仔日晚嘛到明仔载，伫个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可能会持续出现10度左右，或者是10度以下气温。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
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8度。那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这2天会较冷，都要穿好少。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